呢個就係山地單車啦，係一個又刺激又有挑戰性嘅運動。其實佢唔單止係一項運動，仲係一個探索山野嘅一種生活態度嚟㗎。佢起源於70年代嘅美國加州 Marin County 呢個地方，至今仲係山地單車界嘅聖地。當年有一班單車愛好者將啲舊式單車裝上好粗嘅輪胎，同埋更加勁嘅剎車系統，專登攞嚟衝落山。慢慢佢就變成咗一種國際比賽運動啦。我哋真係好中意個運動㗎，亦都曾經代表過香港出戰過唔少國際嘅賽事。跟住落嚟，我會介紹一下山地單車嘅一啲基礎知識。而我余海迪仲會為大家作出專業嘅示範添。要玩山地單車，第一步梗係要認識部單車啦。山地車嘅車架係更加硬淨同埋襟撞，手把位設計闊啲，方便控制。而同一般單車最唔同嘅地方就係粗胎、避震同埋強勁嘅剎車系統啦。粗胎可以令你喺泥地、石地踩得更加穩陣。山地單車嘅避震系統係有分正前側同埋全避震。正前側就係前面有避震，俗稱硬架；而全避震就係前後都有避震，俗稱軟架。落斜同過障礙物嗰陣都可以更加穩定。通常會因應唔同嘅路段同項目而選擇用硬架定係軟架啦。剎車系統方面，我哋多數用碟剎 ，stopping point 夠強，遇到急彎或者落斜都剎得停部單車。呢啲全部都係為咗應付山野環境而設計嘅。跟住呢，我哋會介紹選手服飾啦。首先就係頭盔，半覆蓋式嘅頭盔呢係越野賽用嘅。而落山賽我哋會用上 full face 頭盔，保護頭部係好緊要㗎。再加上全指手套，就可以好好保護我哋嘅雙手同手指啦。至於衣着方面，我哋建議越野賽着短袖衫褲，而落山賽就着長袖衫褲。布料快乾透氣嘅話，踩山路流汗都唔驚啦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要配合護膝、護踭，甚至護甲。咁跌親嗰陣都可以減少受傷。唔少比賽仲會建議選手戴上護目鏡，以防沙泥同埋樹枝傷到對眼，確保高速衝刺嗰陣視野保持清晰。介紹埋對鞋啦，專業車手會用埋碌鞋㗎，即係鞋底同埋腳踏扣住，踩起上嚟就會更加實淨，上落嗰陣就會更加有力。至於新手，其實着平底波鞋就可以㗎啦。香港有唔少合法嘅山地單車場地，喺全港嘅郊野公園裏邊就有15條指定嘅越野單車徑，每一條越野單車徑個地形都唔同㗎，踩起上嚟有唔同嘅刺激感。如果講到國際賽事，賽道設計就更加講究，通常會有上斜、落斜、急彎、跳躍，加埋木橋、人工障礙，呢啲全部都考驗車手嘅技術同膽量。越野賽俗稱 cross country， 係一個環形賽道，要踩幾個圈；而速降賽 downhill 就係單程落斜，睇邊個最快衝到去終點。呢啲元素加埋就令比賽又刺激又專業。介紹一下山地單車嘅比賽規則。山地車賽制主要分為2大類，最考驗耐力嘅越野賽 cross country， 同埋最刺激嘅速降賽 downhill。越野賽係喺環形賽道上踩指定嘅圈數，大概90分鐘內完成。除咗鬥快，仲好考驗體能同技術㗎。而且越野賽仲係奧運項目嚟㗎，喺1996年嘅亞特蘭大奧運會上首次出現。而速降賽就係單程全速衝落斜，每位選手需要2至5分鐘完成，睇下邊個用最短時間衝過終點，係爆發力同技術嘅挑戰嚟㗎。賽事會視乎人數分組晉級，由資格賽決定邊啲選手進入決賽。而越野賽仲設有補給區，水樽同物資要喺指定嘅位置裏邊遞交。如果喺錯嘅地方接水，隨時會被判罰㗎。總括嚟講，山地單車比賽唔單止係一個速度嘅對決，仲係技術、耐力同埋策略嘅全方位考驗。
關於山地單車嘅硬件知識同埋比賽規則，我哋就講到呢度啦。下集我哋會有落斜、跳躍同埋繞過賽道嘅實戰示範。等大家一齊感受下山地單車嘅刺激同埋魅力啦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